后来台中太平这间牛肉面店是头家娘甲大汉后生咧经营。第二个后生甲新妇住伫咧南屯，因为临时有代志要出门，就甲这个查囝甲拄出事的后生送去阿公遐暂时来照大，想袂到发生不幸。 牛肉面店食饭的时间，头家含头家娘个大汉囝伫咧店里出入，这是人客迄头家已经规口罩无用做实画面。这间卖牛肉面的，伫咧台中市太平区不叫名，真侪当地人为囡仔食甲大汉，听到头家因兜出代志，民众惊到嘛感觉真危险。小朋友是不是刚出生不久，才1岁多2岁？对，有一个出生不久，他们都很小心，他们随时家里都有那个消防设备，就是喷火器在里面。监视人员透查，飞机到会场厘清现场发生火烧厝，2楼口是甲臭火带防破为破港的所在，会当清楚看到个架一烟铁桶。 当时火警发生，开口10几个人想要往3楼走落来，不过到2楼的时发现1楼的火烧甲收险，规家火仔钱伫咧2楼正边仔，袂等人来救。当时阿嬷抱两孙，消防人员把火拍花去咧2楼顶看，发现几人拢倒伫咧正边仔，因为正边仔路口有铁桶含防破，才走无路。他有装助警器，他有提早发现这样的火灾，那也有报案的时候告诉我们，很明确说他们有人待救。 但是可惜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做进一步的逃生请大家这个铁窗各方面不要去封死，因为你一旦封死，连要抢救都非常的困难哈。警察调查牛肉面店头家伊第2个囝含新妇，因为有代志出去路口，临时甲2个孙带去互阿公因兜住，想不到一把火，互家属无法度搁再烧起。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